2014年，伫台北市信义区夜店开始警察的一保防破9档的游击图。最近因为改做外加引起争议，法务部长蔡成祥是表示讲，外加的相关修法，伫去年的9月2日已经送立法院审议了。未来修法完成重大罪犯就袂当送去外加了。有民进党、有国民党有国民党的立委是质疑讲，民进党团根本是拍假球，呼吁讲赶紧伫临时会来处理这个法案。台北市信义区夜店杀警案罪犯叶宝宏最近改调外役加服刑，那引起舆论反弹，部分党派总统参选人也同齐批评，罗清德更加讲出重话，当罪犯应该实实在在做完徒刑，袂当行后门。法务部长蔡成祥车闸亲自说明，修正的内容就包括了杀警等重大暴力犯罪是排除可以进入外狱监来服刑的。修法完成之前，我已经督促矫正署对于个案要从严来审查。蔡成祥表示，未来完成修法了后，重大罪犯会排除核准到外役加服刑。伫修法完成进前，会执行矫正署将检审核。国民党立委陈以信质疑法务部甲民进党立委是拍假球，佮甲呼吁立法院爱伫临时会议期间加速外役加条例删除。民进党修外役监条例根本是打假球，雷声大雨点小。朝野党团应该将外役监条例修法列入临时会议程，包括我还有包括我们柯总召都有提到，我们希望在下个会期的时候呢，可以排入法案里面希望法务部再做一下比较好的修正，那尽速送到立法院来审查。我们的立场是希望能够尽快完成立法，那目前在下个会期9月份就会进入立法程序。老西峰表示，顶一个会期审查时，包括学者、专家、立委拢有无同的看法。民进党立委曾瑞雄也出面讲话，表示伫讨论的过程中意见无法度整合，所以才希望沟通了后讨论。不过，民进党会寻求共识，也有义务爱统合。记者综合报道。